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谚是6月割菜加有心。根据农民种割菜的经验，6月时仔的割菜，随网叶仔生甲足旺，外表甲12月拢同款。毋过，伊其实是无菜心的，这嘛是在形容一个人虚情假意，表面上对人真关心，其实内心虚假干巧，一点仔诚意都无。可比讲，有人不管时对你关怀甲，毋过煞伫骹只后讲你的歹话，咱就会当讲，迄个人的行为是6月割菜加有心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